见到伊目前的时间超过，日头也伫身边，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的酸甘味甜。大江的爱下落做伙来音乐只大狗的鹦鹉唱看你来做伙跳舞。以前你是常水我2千800。我实在，记录是就是你记住咱来老的节目。做伙来，各地各种也是创高看，当然知。一定一海山，我也是摇滚爱未来。谁人要叫海味61号？我生活伫高雄这个港都，海味就是我的生活。61号就是这间的地址。伫我这，你会当看到足侪用台语写歌的乐团，足亲切的。目的就是咱会当伫这简简单单啊、轻轻松松啊过日子，这就是海味。舅舅，来啊！送到你的物件。我先来走啊！是看紧要一堆啦。送回啊！哎呦，遮济啦，啉一杯啊水的啊，无差甲5分钟啦，我甲你。无用的呢。哎。哦，好啦，规工我无啉到水啊，啉一下好啊。你安尼袂通啦！啊？来啊，济啦！你哦，你一工你上无哦，你着爱啉甲2000cc 的水，这上基本的。啊，都传像你这样伫外口咧走的啦，啊，逐工啊流遮济汗，你着爱搁加补充过啊，知影有这常识啊，走出去。好啦好啦，冲阿母，是咧爱细细念吼，我若毋是熟悉你遮久吼，我早就怀疑你是迄个。怀疑我啥？迄个上大心的迄个港都的囡仔。安尼毋才差不多。看伫你哦，帮阮大哥的分享哦，安尼就煞。啊，你水啉了啊，毋记你送回。啊对哦，哦是咧啊，这落啊落到我袂记的。啊，你会记等下送了，等下听歌哦。好啦好啦。王祖家老少女卡啦，伊捌入围金曲奖新曲台语 rap 之声，用罗马语写当代故事，用古水风格为大家赞声伴唱。对我的不该，无要搁再来。我飞困难的情爱，处理我的伤害，用手的后悔甲无奈，停停踏踏，目屎是难水，脚踏实地，当人可以一件事。若是失败，咱搁来一摆，一步一步，安全在。出事来，出逃，插伊忧愁烦恼，总是爱练习，咱搁来一摆。安排挑战人版世界，莫叫开始伤害。无依无我，目屎是难水，
作品证明家己。若是失败，咱搁来一摆，一步一步安全自在。出世来佚佗，插伊忧愁烦恼，总是爱练习，咱搁来一摆。若是失败，咱搁来一摆，一步一步安全自在。出世来佚佗，插伊忧愁烦恼，总是爱练习，咱搁来一摆，不惊失败，咱搁来一摆。一步一步，逍遥自在。出世来佚佗，插伊大烦痛苦，总是爱练习，咱搁来一摆。多谢大家！大家好，阮是王子嘉，然后小卢卡啦。我是主唱D嘉，伫我倒手边的是咱的贝斯立成。大家好，我是立成。哇 ，Handsome Boy， 吉他手又加。咱后壁迄位是 Maybe， 是咱的歌手。刷落来咧，这条歌是咧讲一个少年人伫都市打拼的故事。有的时阵，就是会拄着真侪委屈，也是讲无妨谅解的所在。啊，一个人咧都市，总是会有寂寞，会有伤心的时阵。但是咧，你要少年，所以一切拢是要有机会的。这一切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这条歌嘛，鼓励大家像天顶的天星共款，一定会有好的将来。好，这条歌《天星落凡尘》送予大家。闪闪，天顶的天星落凡尘，长长头毛铺在相片的镜架边，月亮倒到浸伫月光脚，叮叮塔塔。花金搁甲我，日子落落长，经影烧到甜。你要少年，你要少年，飘荡袂使。日子落落长，经影烧到甜。你要少年，你
了少年，飘荡袂使，无时无处。闪闪烁烁，天顶的天星落凡尘，长长头毛铺在双边的肩胛边，月亮倒到浸伫月光下，叮叮塔塔。金鼓甲我，阿叔的窗，甜美的舞姿，大自然的舞场，脚步刷叮当，一枝落落长，影影相交。少年，你要少年，飘荡袂使，一枝落落长，影影相交甜。你要少年，你要少年，飘荡袂使，无时无处。Days and nights go by, and you're still young, and you're still young, wandering hearts. 日子落落长 Days and nights go by, and you're still young, and you're still young, wandering never alone.我讲的呜呜，爱下落舞。做伙来呜呜，音乐才有，大家的呜呜，鹦鹉唱舞，我恁来呜呜，做伙跳舞。哦。哦，甜。无用刷哪有可能无用刷？你看我这手机啊，你看讯息个偌济还袂回呢，我来都唔敢点开点呐。我上叫你叫万事通的，你无买袂对的物件啦。大家吼想到问题拢想到你的。啊，拢你帮我放送啊！啊，你一放送，大家拢催我，好母到我特别无用事。还是你能力好啊，对无？我买车嘛是催你啊，对无？迄毋是讲家己兄弟啊安尼讲，别人阮无要插伊咧。哦。啊，
啊对啊，讲到车啊，迄过来你会记得无啊？哦，我知影，我知影。系啊，好，阮为着迄车几啊当无讲话咧。哟，好，好到早阮有甲代志讲互开吼，啊无即声我看连朋友都毋免做啊。对啦，你讲就吧朋友啊带吼，你就有问题讲我开安尼就好啊啦。吼，本来就安尼啊。啊，我来调一杯啊饮料互你啉的啦，你先听歌的啦，吼。好好，谢谢啊，谢谢啊。嘿，你又见面咧，来个见面啦。为什么我会写台语歌咧？因为台语是我的母语，我是甲阿嬷真好，所以阿嬷拢甲我讲台语，我就会晓讲台语啊。Yeah，that's magic。阮会唱台语歌咧，因为我感觉唱台语歌是一个轻松佮自然的代志，而且若是有一寡语词袂晓的时阵，会当问阿嬷，这个时阵就会当听到阿嬷来甲我指导来甲我，会当唱歌互阿嬷听，唱阿嬷听有的歌安尼，所以我就感觉讲，有服务着阿公阿嬷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安尼，对。啊，续落来咧，这条歌是一条客家歌，按照来看。掉來看，獨愛嘅行吧，把條情景意。嘿，掉來看，你獨愛嘅臃腫皮鞋，臃腫皮鞋你都驚意。嘿，掉來看，你5年嘅寒天，寒天笑容滿面驚意。嘿，掉來看。衝到你，衝到愛，喺世界都開始前進嘅你哋好，喺凡事都含忙做錯嘅你哋好，骨頭表面含用牙嘅你哋好，喺愛了嘅你哋好。看，你懂愛嘅是頭一台地背嘅你，嘿，掉來看，三天議論日聊天陽你都驚意，嘿，掉來看，你3年嘅天，一天笑容滿面驚意，嘿，掉來看。衝到你，衝到愛，喺世界都開始前進嘅你哋好，喺凡事都含忙做錯嘅你哋好，喺骨頭流面含用牙嘅你哋好，喺愛到嘅你哋好，喺世界都開始前進嘅你哋好。忙做錯嘅你哋好，喺骨頭流面含用牙嘅你哋好，喺愛到嘅你哋好。哎呦，哦，哎，袂歹呢吼，啊啦，这团听了啥款？这团哦，啊，少年有够好诶，真正是哦。有想到当初是家己少年的时阵吼。哦，阮少年嘛足拼的好无啊？啊，都时势无要徛咱这边，我嘛无法度啊。啊是安怎讲？
你看我少年，我自细汉我就学钢琴，哎，哦，啊少年搁去民歌餐厅啦，爱唱啦，啊拍报也咧做场啦，搁爱教学生啊，哟，啊特别枵死呢，啊无法度啊，都爱找一个工课啊，啊无要安对啦，啊，行音乐这道本身就是安尼啊啦，啊，行音乐这道伫台湾真正较辛苦一事啊啦。怎，啊无法度啦。啊，但是像你安尼，好佳哉哦，你佫有通去斜杠哦，那种组团呐，咱伫遐弹起步呢。哦，讲到大起步，迄若毋是你哦，我拢毋知影这一个创啊会咧。你这伤含啦，你着家己好兄弟啊，好朋友啊，得毋免相报啦。谢谢啦，谢谢啦。想叫咱拢是介意音乐的人，对无？音乐万岁！好，音乐万岁，音乐万岁。音乐万岁！我讲的爱下落做伙来音乐家大家的鹦鹉唱我恁来做伙跳舞。你最近是咧无用啥？你要看卖啊？哎呦，看卖啊！无可能是我这杯仔的问题嘛？这对你来讲都倒顶年间的代志啊！啊，搁有啥？上下个要叫你做一寡奇奇怪怪的家私啊，对无？我用一个米册，你要看卖啊！我看你要会着袂啊？迄一个安尼，一个四角形的物件，顶悬个会当写字。啊，你即摆做平板？你贾博士二代哦，你搁会当做遮大地的平板，你毋咧惊死人？这是迄个物件内底有的，啊，然后迄个物件内底搁有足侪椅啊，搁刀啊。椅啊，搁刀啊，搁有房啊。嘿，啊，迄房啊会当写字。补习班。我是班伫对上课。教室呢啊？嘿啊。你咧舞教室？嘿啊。你在舞教室？教室，系啊。你怀疑哦？教室，这个嘛。达康闹音游是达康闹的音乐风格。伊讲伊创作歌曲，毋是为着商业利益，也是听众的支持。对伊来讲，音乐就是生活。我来唱一首歌，沙拉西的歌声，想起了台北古早，永远的吉巴诺湾，祖先的脚步，讲着橄榄树的叮当，行顺的打拼。留着海湾的希望，开大个人是我梦中的故事，来唱一段那鲁湾。开大个人是我永远的故乡，来唱一段哦海呀，哦海呀，哎呀那鲁湾，哦海呀。哎呀，那鲁湾，哦海呀，哎呀，那鲁湾，哦。
一切只有习惯，沙那西的歌声。我想起了台北古早，永远的吉马路弯，祖先的脚步，讲着敢若手的震动，行顺的打拼，拿着海外的希望。开大个人是我梦中的故事，来唱一段那路弯。开大个人是我永远的故乡，来唱一段哦海洋。世界，我嘛不知，啥物世界，我嘛不知。敢讲你拢无了解逐天生活的所在，有这种渺茫，你绝对嘛讲袂出来。敢讲你拢无了解做人的迄种悲哀，不管是有钱送钱无福，有地在等待呀。啥物世界，我嘛不知。啥物世界，我嘛不知。我嘛是有了解，傻着迄种无奈，孤单的下场，也无你来讲看卖。我嘛是有了解，一个人玲珑海，做阮一个目睭，手袂出爱。目睭，
敢讲你拢无了解，逐天生活的所在，有一种渺茫，你绝对嘛讲袂出来。敢讲你拢无了解，做人的迄种悲哀，不管是有钱善食无份，有地得等待呀。啥物世界，我嘛不知。啥物世界，我嘛不知。我嘛是有了解，傻着迄种无奈，孤大的下场也无你来讲看卖。我嘛是有了解，一个人饮浪海，我嘛会挖出手袂出我爱啊。啥物世界啊，我嘛不知。啥物世界啊，我嘛不知。好好好，遥望几分一点点，水水的目睭，无目屎。好好好，白纸黑字的制度，恶毒的意识来看待呀。好好好，人生海海一出去，无聊的世事来等待呀。好好好，啥物世界我嘛不知，啥物世界我嘛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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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的爱下落做伙来音乐家打到的鹦鹉唱我恁来做伙跳舞。唱歌，唱歌。我来唱一首歌，我来唱一首歌，你来唱一首歌，你来唱一首歌。你敢会知影心爱的手线？我的舞姿，你敢会知影？
的上实听。哦耶那罗哇嘞，那鲁哇那耶呀那呀哦。哦耶那西罗，那西罗罗马的呀嗦。我来唱一首歌，我来唱一首歌，你嘛来唱一首歌，哦，你嘛来唱一首歌。我的舞出，你敢会知影？我的舞出，你敢会知影？心爱的。我讲袂煞，我的舞出，你敢会知影？我的舞出，你敢会知影？心爱的上实听。哦耶那罗哇嘞，那鲁哇那耶呀那呀哦。哦耶那西罗。哦耶那西罗哇，我们的呀。我来唱一首歌，我来唱一首歌，你嘛来唱一首歌，哦，你嘛来唱一首歌，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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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唱一首歌。你嘛来唱一首歌，你嘛来唱一首歌。吃瓜，谢谢。Hello，各位咱这个公司台语台的这个收看的朋友，大家好。今仔日非常欢喜来到这个海边61号的这个现场，为大家献唱阮写一寡台语歌。阮的歌曲内底虽然拢是唱台语的啦吼，
但是阮想要表达即个议题就是包括阮自命的，嘛包括个人的吼。伫即个节目当中，希望阮的创作，互大家有即个机会来听阮的歌曲的，来欣赏阮的歌曲。一个繁华的都市，我是下港来的原住民啊，我离开故乡算讲几落年，不知何时才会当来转去哦。 时机歹歹哦，我不知我的头路伫倒位，我只有想讲要甲人来徛起。那如阮都伊呀那呀耶，那如阮都伊呀那呀耶。 那如阮都伊呀那呀耶，那如阮都伊呀那呀耶，我踮在一个繁华的都市，我是港来的原住民啊。 我离开故乡算讲几落年，我不知何时才会当来转去哦。人生海海哦，我不知我的理想伫倒位，我只有想讲要予人看会起，我来话啊，高雄你敢有听到？原住民的心声，高雄你敢会知影？我心肝来话啊，高雄你敢有听到？原住民的心声，高雄你敢会知影？ 哦。
阮厝边的心声。教室是要买。你好啊好啊，你先调教伊啦。无啦，我就是想讲，你这教室是要安怎买啦？哦，啊个人要叫我搭一个，无内底是教室的景，啊所以内底甲伊找椅啊、找刀啊、找电波啊，搁找一个楠木，迄个楠木啦。哦，我甲我踹着，我想讲你教室是要安怎讲买的？哦，我万事通，我啥物袂买一个对无？我听你遐转，无你甲我讲一下教室要安怎买？啊，教室你要买，你就爱先知影教室内底有啥物物件啊？教室内底都椅啊、刀啊嘛，系啊，帮嘛，系啊，音响啊。